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。再来一次，起来崇拜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怀着欢喜、快乐又感恩的心来颂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。起来，众生信徒，大家喜乐盈盈。起来，起来，大家向我的来超越声音，也是欲望加深。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听到天使跟天军在颂赞说，在至高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天使诗班歌唱，颂声喜乐洋洋，光明从天军都来高声颂扬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真神。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。再来一次，起来崇拜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。再来一次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，起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崇拜你，因为没有你，我们都是死的。主啊，因着你成为人，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能够因着你，我们出黑暗，入光明。因着你，我们领受天上丰盛的产业。因着你，我们有美好的盼望，我们不惧怕。因着你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、爬山的时候、渡海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出生虽然出生在又黑又臭又脏的马槽里，但是主啊，你却给我们带来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主啊，那又脏又臭又黑的马槽，不就是我们人间的写照吗？主啊，你放下天上的尊荣，谦卑的来成为人，而且出生在这么一个这么不好的环境当中，为的就是要体验我们人的生活，然后来让我们相信你的人，因着你的舍命，我们就因此与上帝和好。所以虽然